七条注完，七条开书，我书之名行注录。孔子把七条开讲啊，你会使去做歌者，你会使出书去做歌。七条开讲是讲我书之名行老师嘛，也袂相信，对这个也无办。孔子欢喜啊，家己会当去了嘛，欢喜啊。所以孔子伫遐欢喜。 注录，作为一个无简单，也是只会昨天讲真诶，三年学不及国不易啊！这种种子，孔子感叹：求学而优贤，而不良良不实，书尽之行难得。大家读册嘛，做官考官中状元，也当官赚大钱。真正讲良良，无良良伫树大诶人足难得诶。是咪？古代诶人。 古代之人求学不做官，求俸禄之间，有很大的观念。较早人读册拢是会做官的，讲到转来进入啊，嘛是为了生活，为了趁钱啦。拢是安尼啦。因为孔子所教，弟子呢所学不归乎守己以安人，守己以安百姓的这个道理啊。孔子所教者。 学生拢准备做公学者啊，多数拢咧守己安人啊，守己安百姓这道理。要想安人，尤其要想安百姓，必须由忠诚入手啊。要安人去安百姓，尤其安百姓一定要对忠诚入手。孔子上有弟子论，为政之问题啊。孔子教伊弟子写的这为政的问题导出来。 学问有贤就随，不一定在仕途求发展啊。学问有成就，虽不得确，一定在仕途求发展。但唯有忠诚才能实现安百姓的真正，真正的理想。较早的时阵，因为都无大开普渡嘛，所以无相信啊。所以呢，对安百姓这个真正才去做查某，只是不去急步求进，急步不轨只是孔子呢伊嘛希望伊弟子毋免赶紧求进，急于富贵，对人拢对这个富贵这个对比是夫子最不赞成啊，夫子无赞成这夫子无赞成。 伊认为最好是用在行，用之即行，下之即做。最好是会当把伊的心、从伊的心抽来真正行真正，真正来受天道会当讲该做就来做，该听训就来听训用之即行，下之即做。但能有所修养的人毕竟太少，会当这款修养的人毕竟太少。 在孔门书生中，只有颜祖也做得到。孔门的书生三天弟子里面，只有颜渊来做得到，是这样做到。如祖宗，亲像祖宗之贤德，上正要学颜祖。孔子三天弟子，祖宗最理想。孔子去周列国，因后生孔鲤，伊准归孔鲤，孔子转来。 派祖宗等来办理丧事之意，因为祖宗对这礼节知影安怎来处理所以伊是反正面对这遐了解，伊也无得学谈到想要为做官，我遮就是要做官呀，我毋是要修养了这门教关系的。可是后生的时阵感觉，原来家己去实现目标，何况其他七条开立诸天，即不杀，不涉井，不过处之台道。七条开甲立诸天，因两个人，伊无咧关心要去求取富贵，嘛无过处的这个台道。所以立诸天，伊去基地，去住伫一个较稳住的所在。贵司这人。 叫一个因内面的大官要去民主天出来办事，民主天在甲讲，
是为莫事业，你如我者，我必在中上。你等于不要考试，唔通过来考试啊！过来叫我就要走哦。你考试，那么请来做工人没做过，伊讲你等考试，啊讲我唔去做，当然你也过来我就要走。这款的经验所以不报出的这个态度，必是控制所谓不一定的这个经验。这款经验就是控制所谓讲不一定的。高为学当学道以明德，来到这为学，咱一定要学道以明德，修心以养性，修好咱的心来养好咱的自身。学道，咱要学道来明白，咱本身咱是啥物人咧甲咱主宰，咱今日对了是啥物？透过啥物观念，咱今仔才做对了，咱来先去了解这物件，哦。不为利乐而上学，毋是来食，得较个为利为乐，啊，大家学，大家研究。列国之人求本食官，求国食将。列国迄个时阵嘛是安尼啊，求本食足少。大家慢慢要求国个人啊，人要求富贵，求好嘢。国夫子有处之行，所以夫子咱就是要传讲来走出来，啊，咱一定。慢慢去甲体会，慢慢去了解，过来第13节，主啊，笃信好学，笃信好学，修事善德，修事善德，为邦不争，为邦不争，乱邦不依，乱邦不依，天下有道则贤，天下有道则贤，无道则稳，无道则稳，邦有道，邦有道。并且前言，并且前言，屁啊！邦无道，邦无道，有且贵言，屁啊！有且贵言，屁啊！孔子在教咱哦，咱安怎做人哦？咱爱做只目标爱个对是呀，目标对人这拢甲人教，人讲教生活拢甲人教足相信。是咱家己有去做尔，哦，到后一日，搭站卡对现坎。以前一个讲师啊讲，哦，你后日倒站卡对现坎，也无去着食不输呢，也无去着香药人食。讲你着去食就好个，站卡对现坎，食有食不输卡，搁站了不叫当然有食不输的来食。咱若拄个情形坎，填了受伤后，先就通食。哦，是慢慢地。啊，笃信好学，咱人爱信道，咱人当信道爱行道，学道爱学爱听，哦，心坚亦爱定，爱志士不变，哦，修事善道爱志士，到要死啊，咧原则都无变，啊，清楚呢，你即搭条文地主嘛，你个时阵已经迄个死啊。合拖配拢袂拖啊，但是要带迄款人安尼手啊，咱有法度。咱家己要死啊，咱骹手拢要顾咱人拖，毋过咱有法度顾，咱心为会啊分啊，哦，头壳分脑顿顿啊，你要讲个啊，咱要讲，哦，所以咱来了解。为邦不争，咱来修事善德。为邦不争，乱邦不依。真危险的所在，咱毋通去；真乱的所在，咱毋用去住伫遐。所以咱要开放现场，咱要选择较会当做的所在来去做。天下有道则贤，有道则稳。该做就出来做，该听话就爱听话。爱家己晓选择，哦，毋通妄想。邦有道，并且真会体啊，哦。社会足太平，国家足富庶的咱，人瘦到有能食，哦，安尼嘛一定是。邦若有道，有车有人低；邦若有道，你搁好养搁富贵嘛，爱有见效啦，起码见效。你搁去趁这无良心的钱，你毋通邦无得有道啦。社会都咧乱啊，你倒搁好养，哦，来了解。这孔子是怎样讲？啊，这孔子呢，从此孔子变成咱人在学问，哦。
测修处事方面要坚守正道。前两句的文章前两句中笃信欢喜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咱人生来到遮，一定要笃信欢喜。尤其得到因为真正大人啊，咱袂使无笃信，袂使做事无诚诚实实，无信用，袂使。啊，佮平常无研究。咱忙想讲，我拄则讲的，咱忙想讲，即本册我捌看过，看过再看，看过再看。咱若想讲一本册，咱的真正意义看出来无？看出来无？中心的目标看出来无？咱就了解。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笃信欢喜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所笃信是道，咱所守的，咱今仔日所守的就是善道。信的就是道，是一件人生所坚守的原则善地啊！是咱真正笃信欢喜，是古代圣人所相传之正道啊！这是就地方的一方面讲，守守善道是行人生坚守原则的一个善地拢是生死大事，这是就行的一方面讲。校文甲咱讲，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一言有道，一物一段就可以看出，夫子咱教咱人爱平直不心来遮，因为咱受道人、学道人，咱是要行因缘圆满，毋是要中间有着挫折，有着考题，了后，咱再来讲，上天无慈悲啦，老师。这祖师爷无甲咱庇佑，咱来了解，咱无智慧为邦入，乱邦去居有道咱无现，无道咱得来现所以讲咧，佛祖教咱明直保身，四字篇讲啊，我帮好四字如何讲爱智慧去了解。可见懵懂挺强，不珍惜生命是佛祖所弃。咱一个人袂使懵懂，袂使挺强，袂使无珍惜咱的生命。所以佛祖对这项嘛无足欢迎啊。而佛祖并非全保生命者，毋过佛祖嘛无讲，伊全部拢有感觉，无论安怎要保掉这个生命，伊有连讲14章内面来讲做曾经安讲过。既是人人有救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啊！真正一个技术，真正一个人者，有救生以害人，无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啊！有迄个甘愿牺牲的生命，完成这个人道啊！可见达成人道，当牺牲生命，所谓修士。所以咱可见，为了达成这个人道，该牺牲就牺牲啊！你看，咱听咱的前人讲，咱的老前人伫大陆，伫过台湾中间，为了要拯救大陆的同胞，遐弟兄们，等于牺牲伊生命价值，所以咱来到遮爱守守，就讲教人守守，就教人讲分辨是与不是之分界。坚守不是爱坚持，毋通叫越过善道就是善尽一生一世之道，咱爱善尽咱今仔日得道了后，这个要安怎样？要安怎样继续来保持？毋通伫遮空空来人生。所以正道不行，只乱世正道应该行，咱唔行咱一定要行。除非有高清取用的人啊，竟然做到明哲保身，咱来想讲，咱今仔日咱所处的环境咱所处的环境是毋是讲真正好？咱是毋是真正有迄个智慧？咱是真正有迄个智慧。
所以呢，咱爱了解，你当做早真正明哲保身嘛，真重要。所以一个优秀有为的君主，心可以顺，道不可行。真正一个优秀有为的一个君主，心可以顺，但是道袂使可顺。但是最令夺人志节就是富贵啊！咱来了解，大家拢叫富贵的较济啊，无叫富贵的足少，足少。三天地主要看拄颜面甲清楚，甲即个七条开甲民主天，多数拢叫袂起较济啊。咱家己知啊，看过去的圣人安怎做，咱一定爱照安尼做，保伊的福德。所以古往今来，多少人为贪图富贵而变质，较早较现在，多少人为了富贵，贪图富贵来变质个者。所以孔子才特别为世人立一个进退的标准。所以孔子呢，才为了孔子才为咱遮个修学道人做一个进退一个标准啊。邦有道，并且正言地啊；邦无道，富者不言地啊。邦有道，将民办道，好天下国啊。所以袂使讲不是就对人少钱啊。社会足竞争啊，等就等啊，袂使安尼是啦。邦无道，人足好囝，安尼你就是趁无良少钱啊。但是孔子呢？孔子呢，也并非教人推翻三人啊。孔子毋是讲简单来推翻三人，只是让人不要再乱世，妄求富贵啊，叫咱人伫这乱世当中，用去妄求富贵，只有为帮不入，乱帮不入，并为之逃避这个困难啊。伊并是爱逃避这个困难。24万年国家政治黑暗。千万不能假乱东流合府啊！甲社会政治的黑暗的时阵，咱袂使调节正道东流合府啊！即摆咧选举安尼乌白讲一大堆，什么话讲一大堆，咱就人去插选举选举改制迄个无良心的话去讲一下咱修学道人该行的路就该行的路，无该行的路咱就拒绝。亲像诸恶死于为国，染有为贵是自量，拢是孔子就会创新的代志。所以才讲出即款的话来警戒文人甲后世人。咱来了解，袂使无了解。慢慢读，慢慢去甲体会。14节，做完。不在地位。不在地位，不谋其政，所以咱今仔日该进由这个凡夫进入来，到这个君主的路线，咱即摆已经要踏入这个君主的路线。虽然咱也未成一个君主，不过我们还是站在这一条路上。你先改变，爱那肯定自己要改变点那个。你假使不肯定自己啊，你有那无法度。爱坚持有信守、有信心安尼个。我唔做就唔做，要做我定要做决定。爱有亲像诸葛亮先生讲，各疆尽瘁，顺以后意。我甘愿为道来牺牲，为人之外来奉献，是啦，死嘛欢喜啊。什么人无死？人家啊，较一个话人，咱啊老爸老母做，阮老爸老母，阮阿公、阮阿妈、阮阿祖拢死啊！迄都事实的代志啊！这毋是另外咱大所在。所以呢，孔子做人啊，叫咱细人做代志毋通法官，毋通情官。所以，本将孔子用意在分明之首，各尽其职，以及孔子人讲。咱爱守住咱应该的事，个人尽咱个人的责任，而且要令对他的职责保持专业。咱爱对咱的家己的职责爱保持专业。
传进咱道中。尤其我来到咱中营照，看咱一只风甲遮详细，我嘛是尊敬过咱地方。咱福建市的领导甲主任经理的合作，咱也有领职，也有秘书，过来种名我嘛袂晓讲啊。所以咱大家徛伫对一个岗位去做咱每一个人的工作，大做该大做的工作，人才该人才的工作，免误关。咱毋免，咱就是说当主尔，也要做领袖的工作，咱家己。咱是一个社会人尔，咱也袂见和平公平公正但讲守口如瓶，守喙若守好，咱后日就会走出十仙去咧。讲到颜子，颜子是事物，规个不是，规个不甜，规个不甜，规个不动。孔有子教颜子守事物，事物来戒掉，守中体，后日走对倒转，后日走对中央走出，走对天官跳出，事先关起来，走对天官跳出，后日就讲这个啦。自己的职责，自己这位以来的事，咱来处理好，莫去管别人即来的责任。不但自己的事务控袂，预防来他人的责任。咱家己的责任做无出来，咱去管别人的代志，会去妨碍别人。破坏了团体的体制，咱的地方所分的责任，咱若是点名交代落来。咱做咱家己的工作，修身立德上重要。更可能变变重生，变幻重生啊！咱后壁去插，当时啊插入。至少一个讲，倒转来若想，一个做事人，家己呢放弃家己的唔经营，任由风化，就是讲家己的甲放旁意，咱去管别人的无做。咱民主有讲过啊。讲家己的行为唔做，拢讲别人人下人本人之天下有必个点，家己的园放后悔，去做别人有好无无家己别人的田地土质，培训要落肥，这土质什么土质你唔知，肥要偌重咱唔知，乌白落乌白用，变做是互人无修行，咱一家清楚工作自然做袂好效果自然达不到，所以双方拢受损失。相对减少了更多的修行修行多也是如父修行多也是安尼如果连反过来说，如果会当反过来讲呢，即在其位一定爱无记性，不在其位不无记性，迄个分是甲杀无，在其位爱无记性，唔使迄个，叫做中央民人总裁迄个公开人来讲法，个老先人家讲，淡泊明志，廉洁地外。你淡泊看会开去，你的志啊走出来，你的情的愈爱别人甲快乐，别人甲快乐。讲啥物安尼讲？人无远虑，必有近虑。你若看会去，你就无近虑去。时间搁才食饭尔，你无大顿的啊，他就有培养什么代志食出来。大家人拢会做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如此成功可期咱哪会当在其位，咱的无期性，咱的成功就可期，期安在，咱的人生快乐咱就真正会当快乐的回家。真的毋是伫遮，毋是伫遮都袂使讲别人，我若做遮讲别人讲毋对，就是上天老母来把天性。起码呢，咱做事业是做所有的发生。我嘛讲，为了互咱大家来做来较无下的话来讲，我一定照这个理来讲来解说。除了我就写了唔对以外，所以之外，大家互相忍受，
相体会，互相参考，互相勉励，手牵手，心连心，互咱的地方的道路咱方便，互咱的人生的价值才会出来，咱就可以了啦，咱就不辜负。上天降福之因，师父、师尊、师父老大人传到无来，嘛有辜负咱的祖先，咱的士大人，是咱这个心，为了咱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大家要快乐咯。最后，这个人生的健康，如龙天，谢谢。乾道公，坤道公，一起一班，相加五行三公，乾道公，在公，三公，感谢本师慈悲公，感谢讲师慈悲公，坤道公，在公，三公，感谢本师慈悲公，感谢讲师慈悲公，一起。持下相加五行三公以乾道公，在公，三公，持下前等之公，持下副前等之公，送价两之公，坤道公，在公，三公，持下前等之公，持下副前等之公，送价两之公。